呢度有間 Circle K。耶！搭咗4個半鐘巴士之後，我由愛沙尼亞嘅塔林去到另一個國家，亦都係波羅的海三國之旅嘅第2站拉脫維亞嘅首都里加。當地係講拉脫維亞語，面積大過愛沙尼亞，亦係全世界女性人口比例最高嘅國家。佢哋都係用歐元，物價咧相較於其他嘅歐亞國家比較平。唔知係咪喺塔林主要都係留喺古城區呢？呢度俾我嘅印象咧繁華少少，不過都可能因為呢度擁有成88棟新藝術建築，佔咗市中心建築嘅1/3。放眼望過去都係有好多唔同顏色，但係比塔林呢啲顏色好似深咗一度咁。拉脫維亞一啲主要嘅宗教包括有天主教啦、基督新教同埋東正教，到處咧都可以見到呢啲又高又大啦、造型多元嘅教堂。其中最出名嘅咧就係里加天際線嘅3座教堂，分別係聖彼得教堂、呢個位於圓頂廣場嘅里加大教堂同埋聖雅各大教堂。到咗里加之後，我嘅第一站呢係去咗巴士站附近嘅里加中央市場。佢曾經呢係一個軍用飛機庫啦，依家呢變成咗呢個歐洲最大嘅市集啊！嗰度主要分成咗5個館區，分咗肉類、魚類、乳製品、蔬菜同埋雜貨區。由室內到戶外呢，超過有成3000幾個攤位啊！好多士多啤梨同車厘茄，到處都係散播住佢哋嘅味道。呢啲黑掹掹嘅包好似係拉脫維亞出名嘅 garlic bread。中意食包嘅人嚟到呢度會好開心啊！連呢間小紅帽咖啡都有。喺市集嘅冇幾遠呢，仲可以見到拉脫維亞第一座摩天大廈添。里加三兄弟係舊城最著名嘅中世紀民宅建築，好似塔林都有3姊妹。唔好睇佢哋緊緊相連啊，其實建築嘅年代唔同。我哋可以睇個門牌，最右嘅17號建築年代最久遠，當時有窗戶稅，個窗越大呢，課稅就越重。中間呢一棟19號呢，上面寫住1646，即係佢喺呢一個年份完成嘅。而嗰陣時呢，主要受到荷蘭文藝復興影響，因為對門之後又再整過，所以可以見到上方寫住1746。喺最左手邊21號呢一個呢，喺17世紀末後先出現，所以都係最遲，有巴洛克式嘅建築風格。由圓頂廣場行大概4分鐘呢，就可以去到市政廳廣場，離遠已經會見到呢個好signature嘅黑頭公。之所以有呢個名呢，係因為佢屬於黑頭兄弟會，即係德國未婚商人組建嘅一個行會。再隔離呢，就係槍手廣場。呢一間餐廳呢係舊城區，走一個呢地窖嘅風格。啲人話呢可以邊食邊感受到當地嘅文化。果然冇揀錯地方。夜晚黑9點之後呢度會有表演，係我期盼咗好耐嘅呢個 sauce pot。佢呢個係蒜蓉包嚟嘅，勁香咯！佢入邊有好多餸。推薦呢杯嘢，傳統地道飲品，即係好似小麥嘅啤酒，但係冇酒精，有氣㗎。一間自助形式嘅餐廳，佢有16間分店喺拉脫維亞。呢間係中型嘅。我咁樣食法咧都係7.7歐啫。拉脫維亞嘅3大秘境之一，包括咗尤爾馬拉嘅海水浴場同埋沙灘。我又點可以放過呢個看傳說中波羅的海嘅機會呢？其實係酒店嘅職員提議我去，話係一個當地嘅沿海度假小鎮嚟，搭火車去呢都唔使1個鐘。終於俾我行到去個海灘嗰度啦，好涼爽啊！車夠鐘要開都係完全冇人噶咯，包咗個車廂而家。呢度咧有冇得打排球？啲牆嗰度咧有觀眾席。頭先嗰個人咧同我一齊打排球。好有 feel 嗰啲街，你掛好多嗰啲燈飾。雖然依家係朝頭早都着住。我係無聊到去咗戲院嗰度睇戲，休息嘆冷氣。但係原本我係想睇阿拉丁，因為嗰陣時啱啱上，但係因為個場唔啱，所以最尾睇咗 Man in Black。
啱啱睇完，跟住原來係會送呢副 UV400嘅太陽眼鏡，好搞笑。希望有一日我都可以住喺呢啲地方。其實我嗰間係過少少㗎咋。俾大家睇下我間房，有得住單人房啦，跟住窗外邊望出去咧有個點解自由神像咁樣嘅嘢喺度。喺呢個時候發生咗一件大事，已經溶咗好多，你就可以可想而知到係幾咁熱。好特別啊！入邊有啲係好似乳酪咁樣嘅嘢。